到早。现在是前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30页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30页。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9节。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9节，就是解说甲自佛不归，无所依处。即摆呢，刷落解说下面。今既自我，各司自归，各司归于自心三宝。内调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归依也。这是归于自性三宝中最后的结论啦。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呢，教咱爱归于自心的三宝，也名叫做讲做自性三宝。咱平常时阵是讲归于佛、归于法、归于僧，在这所在却是讲归于觉、归于净、归于净。这呢，就是六祖大师所以叫做讲做不入文字教育别传伊的特色。在前面呢，就是讲经中呢已经分分明明所讲，就是讲爱自归于佛，无讲归于他佛。既然是安尼，自己的佛你毋来归依，就变成无所依处。这是咱前面所讲。即摆就是讲今既自我，各司归于自心三宝。今既自我，就是讲现之时既然自己已经有悟啦，自己已经有觉悟啦，就各需要呢归于自心的三宝。就是讲咱自心中呢有三宝伫咧，对于自心中的三宝呢，必须爱来归依。在顿悟入道要闻论，我来伫咧讲心就是佛。既然自己的心就是佛，假如讲用咱的心要来去求佛，就变成讲将这个佛要来求佛。也心就是法，所以咱若是起一个心要来求法呢，变成就是讲将这个法来求法。好，这个佛甲法呢，这是在自心中无两个啦。佛甲法呢，就是合合为一啦，这就是真，这个就是属于一体三宝。所以咱平常伫咧讲自心三宝，或者是讲自性三宝，或者是一体三宝，这个时阵，所以佛是啥？就是咱本来具足零零角角的佛性。咱所讲的法到底又是啥物呢？这个法就是咱自性中所具足的一切的性功德。这个经呢，就是讲零零角角的佛性，甲迄个无量性功德理事和合，这名叫做经。在经典文来讲啦，讲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。假如讲身口伊若是清净就名叫做佛的出世。
三业若是不清净呢，名叫做讲佛的灭道。所讲的，拢就是咧指这个自心的三宝。在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就是讲，现主时既然自己会当好悟啦，就各个需要皈依自心的三宝。迄边讲内调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皈依啊。这个内调心性，就是讲对内来讲呢，必须爱来调心性。这个调呢，就是调整，或者是讲调伏。用这个调伏讲起来，咱众生有这个控过我慢心。对于控过我慢心呢，自己也爱来调伏，就是讲自己也爱降伏，自己呢爱将自己的控过我慢心嘛，该移掉咧，唔通会走出来。这就是调伏咯。那是讲调整，像讲咱人啊，有这个执着啦，染污等等。那么这款的错误的观念呢，必须爱给调整而好过来，这就叫做调整。所以，伫在讲内心，在内来讲呢，将咱自己的心性爱给调回好，外敬他人。对外呢，必须爱恭敬别人。为什么对外都爱恭敬别人呢？因为咱本身的心就是佛。既然咱的心就是佛，一切众生的心也是佛。所以不但我有佛性，我未来成佛。一切众生同款有佛性，有佛性的众生呢，个个拢会成佛。所以咱呢看众生啊，就爱参像伫咧看佛安尼。这个名叫做讲做外敬他人，这啊就是自皈依啦。就是讲自己啊，皈依咱自己的心。咱自己皈咱自己的心，就是安尼皈依。那边讲善知识，既皈依自三宝境，各各自心。我依说一体三心自性佛，令你等见三心，了然自我自性。在前面啊，已经将无上的三皈依已经讲了。在这所在，就是要说明一体三心的自性佛，就是讲三心佛啊。就是在咱自性中，三心佛是一体，无分开。讲到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搁再叫一声善知识。讲既然皈依自己的三宝了，就是讲已经皈依自性三宝，皈依咱心中的三宝。安尼各国呢，就爱以自性心。我呢，要来对恁来讲，这个一体三心的自性佛，使恁呢会当好来见到三心，会当好了然自我自性。即摆要来解说这段以前啊，在前面讲皈依自心的三宝，或者是讲自性三宝，在这个所在，咱必须将事理啊。该分得清楚。要理讲起来，咱每一个众生在咱的自性心中，其实有佛法性三宝，这是绝对无毋对。但要事上讲起来，虽然咱其实有佛法性三宝啦，必须依靠着外表有形上的三宝来甲咱开始来甲咱指导。依着所开始所指导来去学习佛法，安尼咱对佛法呢，才是有所成就。所以呢，咱必须了解理，搁再中意实际修行。可能讲你了解这个理，将思想的修行来给放弃了，安尼就非常的错误。这点呢，咱必须来了解。所以往往
若是袂晓了解着做大境的人，或者是讲对为无结经看了产生一种偏差见解的人呢，就只有执着在理的方面，在思想修行方面呢，确实该忽略起来。更加较严重的就是讲，因为在这个所在有伫咧讲爱皈依咱的自性三宝，心一转，讲既然是皈自性三宝啦，那我何必着搁再皈外表有形象的三宝啦？也叫皈依讲，我毋免啊，我自性都三宝，我要皈依送啥物？就无要搁再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讲一句较简单的，就是讲以为讲自己的心中已经具足三宝，伊本身就是佛啦。所以呢，根本看现主是在世间上，伫咧维持佛法、使佛法永远流传的佛法僧三宝就看袂起。伊对人民讲，我要皈佛祖，佛祖迄是茶刻的，或者是讲纸去印的我要皈创啥？我皈我家己心都还要皈创啥？叫讲皈法宝讲，迄个法经典白纸写予伊，我心肝底道法啦，我要安怎都来皈依呢？再叫皈僧宝讲，迄僧宝，我自心道僧宝，我较着皈外面的出家人无需要。结果呢，就变成一种的控过我慢心。这呢，就是名叫做执理废事，就是讲只有执着迄个理，废去了思想。咱每一个人呢，必须咱自己平心来反省，就是讲咱为什么太了解讲咱自身有三宝？就是佛甲咱讲的。若是用这个六祖大经讲起来，乃是六祖慧能大师甲咱讲，咱才知啦。虽然咱知影讲咱自身有三宝，但是我阁问你，你的心佛宝，你的心的佛到底是在什么所在？这是最切身的问题。既然自心就是佛宝，但是你自心的佛宝到底是成什么款的呢？是成做圆啊扁，是成做红，或者是白？结果呢是什么款的形象？事实上咱自己呢，只是听人讲讲我有一个佛性，名叫做讲佛宝。真正的佛性，真正的佛宝，你是毋是有去刻悟着呢？根本无去刻悟着。为啥无去刻悟着呢？因为你这个佛是藏在无明烦恼中，互这个无明烦恼业障中该包掉了，你哪看会着呢？当然看袂着。你讲自性的法宝、自性的僧宝同款啦，这是心一体中具足的物件。既然佛宝看袂着，法宝僧宝嘛是看袂着，因为或者无明烦恼业障该包掉了，那必须将无明烦恼业障该去掉了。就等于讲，一粒迄个珍珠，外面呢真正济层的布啦、纸啦，安尼包甲一层过一层，你必须一层一层甲伊拆开，到我最后呢，迄个无价宝珠才会摕出来互你看，才会显示出来互你看。同款这个意思咱必须把咱重重的无明烦恼业障，拢做一马去掉了，咱自性三宝才当显现。要如何将咱的无明烦恼业障来给去掉呢？那就必须要依靠别相三宝，或者是主持三宝。佫讲一较白话，我那是同款老老实实要来皈依，依照师父所甲咱开导的佛法来去修，安尼才会当好断烦恼、消业障、了生死，才会当好来见到咱的本性，来成就佛道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虽然是教咱讲爱皈依自心的三宝，但是呢，对于有形象的三宝，咱不但是爱皈依，搁再爱恭敬，搁再依教奉行，必须呢爱事理圆融。要若无呢，恐惊会发生偏差。就是讲，我已经皈依我心肝底三宝啦，
在外表形式上，我毋免搁再皈依啦。有人咧讲来讲，我自性就是戒啊，我何必得过来去受戒呢？讲的是真简单，你自性就是戒。遐你娱乐时中，在一举一动之中，或者是讲一念一念之中，你是毋是有犯戒的思念甲行为啦？甲恁讲，你敢若会晓讲我自性就是戒，结果你犯戒行为一大堆，安尼你讲自性就是戒，这是一句空话啦，一句无路用话，这点呢咱必须了解。即马在这个所在，就做慧能大师就讲啦，讲善知识啦，讲你既然是皈依了自性的三宝，因为在前面慧能大师教因来皈依自性三宝，讲已经皈依了啦，皈依了呢，各个都爱至心，所以叫做讲至心，就是讲真正留心，就是讲有迄个诚恳的心。讲我以说一体三身自性佛，意思就是讲，恁呢爱以这个至诚心来听。我现只是呢要来对恁来讲这个一体三身的自性佛，意思就是讲，三身佛乃是种的自性的佛。这个自性的佛呢，这就是一体无分别。啥物是叫做三身佛呢？在经论中讲，这个佛性啦，有2种乃至到10种。这呢，在一部经一部经的讲法呢有所不同，但呢，会使咧以三身来去甲包括。这个三身啊，那是天台宗所讲的，就是法身、报身、应身；那是唯识宗所讲的，就是自性身，伊就甲自受用身，甲变化身。那是最新王经所讲的，就是法身、应身、化身。不过一般大小乘通用就是法身佛、报身佛、化身佛。在五圣论就来讲啦，讲会当好来飞腾十方，会当好随意救济，这名叫做讲做化身佛。所以这个化身佛就是讲会当变化身，会当运用伊的神通啊，到一世界去救化、去教导众生，去救济、去教化众生，这都是属于化身佛。所以化身佛就叫做千百亿化身。这个报身佛啦，就是参像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断烦恼修善法，在菩提树下成佛啦。这名就叫做报身佛。这个法身佛是啥物呢？就是讲无言无说，淡然相助，这就是这知真理啦。假如我哋来论这个智理呢？一个佛尚且都不可得，哪里有3个佛呢？所以伫遮所讲的三身佛啊，这原来是约咱人的智慧深浅高下所分。一句话讲咧，就是讲咱呐，那是较浅智的人，咱只会当好了解化身佛，就是讲咱教主释迦牟尼佛2000多年前应化在印度。一顿6尺的比丘，咱只有了解到迄个所在为止。那智慧搁较悬的人呢，会当好了解伊已经断烦恼，已经证到迄个报身，就是讲会当了解到报身佛。若是搁智慧较高超的人，会当好来了解无言无说、淡然相助的真理，那就是法身佛啦。将这个所在讲起来，这个法身佛、报身佛、应化身佛，这应该呢是各个不同啦。那为什么伫这所在叫做讲做一体三身自性佛呢？意思就是讲，这个三身佛，这呢是在自性中本来就是基足，因为自性中本来就是基足，所以只有是一体啦。意义虽然是有3种。
但是伊体性呢只有一个，无分开，咱名做一体三身自成佛。即马遮六祖慧能大师就是讲，我现在是要甲恁说明这个道理。讲令你定见三身，了然自我自性。讲要使恁呢会当来见到三身，三身则就是佛的三身啦，就是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。讲使恁呢会当来了然自我自性。这个了然啊，就是明白啦。使恁呢会当好真正明白自己啊来悟自性这个自性就是讲自己的体性，就是讲使恁自己会当了悟自己的体性呢，就是三身佛，就是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。三身佛就是在自性中根本呢是无分别。下面讲总随五道，总随五道的意思就是讲，恁呢大家拢随我来皈依那么就是讲自己来皈依这个自身的三身佛。讲依自色身皈依清净法身佛，讲在自己的色身来皈依清净的法身佛。这个色身呢，就是佛表所示咱的这个身躯。咱这个身躯呢是一个肉体，是有形象、有物质可以看的物件。这个就是属于自己的色身。讲咱呢，在这个自己的色身来皈依清净法身佛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咱要来皈依呢，毋是用其他的物件来皈依，乃是用自己的色身来皈依。为什么各种讲做清净法身佛呢？就是讲，这个法身佛就是一种的清净的法身佛就是讲以法为身，以真理为身。这个真理呢是一种的清净无染。为什么真理是清净无染呢？真理这是无形无相、不可见的物件。咱必须要了解，什么物件才会受染污啦？那是外面咱所看得到的物质无论倒一项物件，拢会去受到染污。在咱这个有形上的世界中呢，有真正侪迄个垃圾、土沙等等的物件。这个风飞沙啦、土沙、垃圾这个物件呢，互迄个风飞来飞去、加来加去，结果呢，只要是有物件伫迄个所在，都会去有泥垃圾，都有这个垃圾呢伫迄个所在。不过你这个清净法身佛是以真理为身这个真理是互你看袂到，是无形无相的物件。既然是互你看袂到无形无相的物件，任何物质呢，拢袂当去甲染污掉，所以才叫做讲做清净的法身佛。第一呢，就是爱在自己色身来皈依自己的清净的法身佛。最欠先听讲，就请咱各位暂断1分钟，我再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